聰明女人都懂得這三個秘密。如何讓丈夫迷戀自己，維持良好婚姻？在婚姻的長河中，許多女人都渴望那份永的愛情，希望丈夫能一如既往地迷戀自己，共同經營一段美滿的婚姻。但現實往往不盡人意，歲月的磨礪，生活的瑣碎，都可能讓曾經熾熱的情感逐漸降溫。然而，聰明的女人總能找到方法，讓愛情保鮮，讓婚姻持久。今天就讓我們一起揭開這三個秘密，看看他們是如何做到的。秘密一：保持自我成長，成為他的未知領域。婚姻裏最害怕的就是一成不變。當你成了他眼中的透明人，那份神秘感和吸引力也就蕩然無存了。聰明的女人懂得，無論結婚多久，都無法放棄自我成長。小莉是個普通的公司職員，但她的丈夫卻對她迷戀不已。秘訣在於，小莉每年都會學習一項新技能，無論是烹飪、繪畫還是外語，她總是能帶給丈夫驚喜。她的丈夫說，每次看到她嘗試新事物，我都覺得她又變了個樣，總是能發現她身上新的閃光點。保持自我成長，不僅讓你更有魅力，也能讓你們的婚姻充滿新鮮感。不妨設定一些個人目標，無論是職業上的提升，還是興趣愛好的拓展，都能讓你的丈夫對你刮目相看，重新點燃那份迷戀。秘密二：懂得傾聽，成為他最堅實的後盾。在婚姻中，溝通是維繫感情的橋，而聰明的女人不僅懂得如何表達自己，更懂得傾聽丈夫的心聲。張姐和丈夫結婚多年，感情依然如膠似漆。張姐的秘訣就是，無論丈夫遇到什麼煩惱，她都會耐心傾聽，給予支持和建議。她的丈夫說，有時候工作上的壓力讓我喘不過氣，但只要回到家，看到她坐在那裏聽我傾訴，我就覺得一切都值了。傾聽是一種無聲的支持，它能讓你在丈夫心中建立不可取代的地位。當你成為他最堅實的後盾，那份依賴和迷戀也自然而然地產生了。所以不妨多一些耐心，少一點抱怨，用心去傾聽他的每一個故事，每一個想法。秘密三：創造浪漫，讓愛情保鮮。浪漫是婚姻的調味料。聰明的女人懂得如何在平凡的日子裏創造浪漫，讓愛情永葆青春。黃女士和丈夫結婚已經10年了，但他們的感情依然甜蜜如初。黃女士的秘訣就是每個月都會為丈夫準備一次驚喜，無論是親手做一頓燭光晚餐，還是一起去看一場電影，都能讓他們的感情升溫。她的丈夫說，每次看到她為我準備驚喜，我都覺得她還是當年那個讓我心動的女孩。浪漫不一定要花大錢，重要的是那份心意和用心。不妨在日常生活中多一些小創意，例如寫一張愛的便條，送她一份小禮物，或是一起規劃一趟短途旅行。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，都能成為你們愛情的保鮮劑。除了這三個秘密，聰明的女人也懂得在婚姻中保持獨立和自信。她們不會過度依賴丈夫，而是有自己的生活和圈子。這樣的女人不只讓丈夫迷戀，也讓自己活得更精彩。婚姻是一場漫長的旅程，聰明的女人懂得經營，如何讓愛情保鮮，讓婚姻持久。她們用實際行動告訴我們，只要用心，就能讓婚姻成為人生中最美的風景。所以，不妨從今天開始，試住去實踐這三個秘密，讓你的婚姻也煥發出不一樣的光彩吧。